資深藝人朱瑞棠曾經喺1980年代 TVB 經典處境劇《季節》入面飾演孖打鄧碧雲嘅丈夫唐泰。但自從90年代初淡出幕前之後，佢就鮮有露面。近日有加拿大議員探訪社區選民嘅時候，意外曝光咗呢位老戲骨嘅近況。原來朱瑞棠早就已經移居加拿大頤養天年。從合照中可見，現年102歲嘅佢精神狀態極佳，全程笑容滿面。台上面仲放住報紙同放大鏡，可以見到佢依然保持住閱讀嘅好習慣。議員透露，佢得閒嗰陣最中意做剪貼簿，而最溫馨嘅係佢屋企入面珍藏咗一本記錄住佢同太太由1953年到2022年嘅紀念相集，結髮數十年依然恩愛如初。朱瑞棠嘅一生經歷豐富，除咗參演過長達389集當年掀起全城熱話嘅季節之外，其實佢早就喺1948年曾經出演過電影《連生貴子》，並且擔任第2男主角。其後佢去咗母校真光中學擔任體育老師長達30年，可謂桃李滿門。就連著名作家林燕妮同李碧華都曾經係佢嘅門生。任教期間，佢亦一直堅持參與話劇演出，更加曾經榮獲香港舞台劇獎嘅終身成就獎。佢曾經喺訪問入面講過，做人要有目標，並且希望喺最高峰嘅時候離開。